2024年央視春晚客十分會場，迪麗熱巴身住艾德萊斯裙，且歌且舞。以一句新疆係個好地方，唱出家鄉之美，感動無數觀眾。今年10月金秋，我哋帶年走進迪麗熱巴嘅故鄉，感受鏡頭以外更為震撼嘅南疆絕色。呢個時候正值塔里木河流域胡楊林全年最靚嘅季節，金色林海同雪山、沙漠、湖泊交相輝映，係一年之中最適合出遊南疆嘅黃金時段。我哋特別安排雙重胡楊體驗，深入世界3大古原始胡楊林之一嘅塔里木胡楊林，包乘區間車同小火車或遊船暢遊林中，近距離感受千年胡楊嘅生命力，再穿越139胡楊秘境公路，兩旁金色胡楊夾道，車行喺中間就好似駛入咗油畫世界。呢份限定秋色稍縱即逝，錯過就要再等1年。一次旅程涵蓋3條極具話題性嘅傳奇公路。首先穿越全長22.13公里嘅天山勝利隧道，係全球最長高速公路隧道。跟住馳騁塔克拉瑪干沙漠公路，深入中國最大流動沙漠腹地。完成穿越後，仲會獲頒獨家穿越中國最大沙漠證書。最後換乘7座商務車，征服盤龍古道，體驗今日走過咗所有嘅彎路，從此人生盡係坦途。駛過600幾度彎，去到山頂遠眺昆崙山脈，意義非凡。除咗壯麗嘅公路同胡楊，我哋會前往塔什庫爾幹，欣賞白沙湖嘅天空之藍與喀拉庫勒湖嘅雪山倒影，遠眺南疆3大冰峰。仲有特別安排塔吉克族家訪，品嚐地道奶茶，聆聽呢個世代為國守邊嘅民族嘅動人故事。隨後漫遊喀什加爾老城嘅千年迷宮項弄，參觀香妃園、庫車王府同約特干古城，深度感受西域嘅千年文明。呢個係一場專為港澳台旅客打造嘅安心順玩之旅，全程一價全包，機場稅、服務費、門票及區間車全部包晒，保證順玩，絕對無購物店，亦都無自費加油。全程安排4星標準酒店，餐飲更搭配咗烤魚風味、手裝肉任食、沙漠野餐、牦牛肉火鍋、新疆烤羊腿宴、歌舞歡送晚宴等豐富嘅特色美食。全程搭乘2+1商務大巴，享受豪華寬敞座椅。盤龍古道更會專屬換乘7座商務車。呢場南疆直航3飛順玩12天遊，僅有10月9日及10月11日2團出發。金秋胡楊季節限定，名額真係非常有限。如果你都想親身感受南疆嘅金秋雙胡楊景色同豐富人民風情，不妨隨時留言或者私信我哋傾下啦。